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晴。顶礼拜传出了有体育教练又搁咧拍囡仔，但是家长是笑眯眯吗？还是讲老师也着车也着骂？咱俗语咧讲，教不严，书之毒，所以拍人骂人是拄啊好，连离开训练嘛，要防冷暴力，你无处当好逃。那么，敢无文明的方式较进步吗？今仔日咱专家来解剖你听。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日本教育基金会教育与人权政策专委李正元。各位观众，大家好，晚安。我是日本教育基金会人权甲教育政策的专门委员，我是阿元。第二位，羽毛球的教练，咱是前台湾羽球甲组的球员黄伟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叫黄伟奇，羽球教练。来，第三位是咱国立体育大学球类系，咱的球类系的这个助理教授彭涵妮。嗨，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彭涵妮。那么第四位是咱前体育主播陈宏仪。大家好，我是主麦陈宏仪。那么首先呢，咱就来关心，在台北市这间国小发生了羽毛球的教练疑似是体罚学生囡仔的代志。那么导致伊呢，规个尻川拢乌青结灰。那么这间学校甲予日本教育基金会呢，逼空出来了，已经啦，唔是头一摆来体罚学生咯。因呼吁台北市政府要扩大调查。学生囡仔的尻川，互教练拍甲乌青金花。代志发生伫台北市一间国小的羽毛球队，教练甲扫帚拍学生，家长气袂过，甲相片铺伫社群网站顶头。教练也承认确实有即款行为，校方表示会进行改评停评的审议。台北市长蒋万安嘛讲会严格处理。教育局其实即刻都会要求学校进行相关的调查我想我们绝对是对于任何的霸凌事件不管是同侪或是老师所发生的，我们绝不容许。日本教育基金会指出，这间学校羽毛球队体罚已经毋是头一届。2022年，这个球队的教练就捌发生甲学生杀、搁扇喙皮的事件。那台北市高雄3月嘛逼出一间国中2当前有教练用球棍体罚学生，同一间学校又搁出现类似案件。教练体罚学生案件出袂真，有的家长认为囡仔无讲无成人，毋过2021年嘛捌发生无照的柔道教练甲囡仔摔死。合理的是训练，无合理的是活练，这款概念恐惊已经过时。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其实用1点钟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议题，有人讲这个老问题讲这时代已经进步到这，他就爱讲。但事实上，这种代志层出不穷啦，但是定定发生在你的周边，而且这个代志可能还佫毋那是教练本身啊，真侪家长嘛是真相信讲，也着车也着骂我对你真好，但是我来磨练。咱来看这阮收集的这个新闻顶头，2014年至到2024其实是案件足济啦，就是写袂完啦。然后，这个李专委顶头你手头咧讲，你才有收集，你才有几个案件伫我对2019年甲真，阮接过可能超过10件以上佫有完全无曝光过，佫无算在内底。佫无曝光的，佫无算伫内底。正佫有咧处理的佫介济咧。你接触遮侪案件你家己的这个归纳是讲这就是咱体育界拢事上依早拢安怎，还是讲其实毋啦？有的教练其实是在家长的温准之下来安尼甲讲，安尼甲磨练是到底这种情形吗？我是感觉阮接触的案件内底，其实足侪拢是教练本来咧教人的时阵，就是足歹的嘛。伊讲威严嘛，因早细汉咧读册拢安尼爱威严，问题真老师无咧拍人个球队教练佫有。伊感觉有一个成绩，有成绩就是爱用骂用拍的。你讲家长知毋知？其实大部分的家长拢知影，伊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啊，一个像阮接触阿家内底有过来惊，就是讲家长其实拢知影因教练咧拍囡仔。比如阮手头有一个游泳队的，伊是第三个囡仔，伊头前有2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拢是共一个游泳队内底。游泳队咧训练的时候，伊是第三个，因哥哥姐姐一直互教练骂，啊互拍，啊可能无讲介严重，啊逐个就准煞。啊到第三个囡仔的时阵，有一遍教练就生气，规个浮板起来对头夹落去，结果目睭天过来尖。啊，即件代志要安怎？家长忍袂掉啊，对吧？啊，个来囡仔因为安尼，伊受到心情的影响，伊嘛无法度去上课，嘛无法度去好好读册。所以你认为讲，有的家长还佫分级啦，你甲阮拍吼，拍到卖安尼大康细利吼，我互你拍袂要紧，是安尼吗？有的家长是讲有音准，有的家长按个伊音准吼，袂啊你写一张，互你册一个书讲顶晚上啊，我允许我教练导我家小孩，无这个代志。啊，问题大家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啦，大家知影拢知影。比如讲，按这边讲的这间学校的羽球队的这件代志。有一个家长群组内底有200几个人，200几个人，按行出来时阵，大部分的人拢挺教练，讲啊，教练吼一时就是冲动啊，就是少年人嘛，求好心切，求好心切，这句话阮才听几10年啊，求好心切嘛，求好心切拔落去哦，就是安尼，啊内底家长拢爱支持，啊问题是大部分拢是吗？没有，因为这是一种。你伫群组内底啊，大家拢表态的时阵，你甲人无意见无共款，你就唔敢讲。啊，佫有人讲出来讲啊，我感觉袂使咧，是毋是？哎，无需要用拍，安尼该用较科学的方式训练吗？啊，听囡仔讲话嘛，互伊练一兴趣。啊，人家长就讲，啊，你无欢喜，啊，不你转学啊，你去别个球队嘛。群组内面就安尼咧讲，唔敢讲出来。按个有家长话讲，心情是安尼。伫个伊袂留下白纸黑字嘛，按个书底下就安尼讲。安尼，即我会问吼，即自细汉伊就咧练羽毛球吼。伟基，你敢是自细汉叫人讲大汉的？我迄当阵咧练羽毛球的时阵是无啦，因为我迄当阵吼拢土法炼钢，但是家己拢较认真啦，啊，所以教练若分配，较乖了对啊，较乖啦，教练若分配啥物训练也是安怎，拢尽量做到。队员，你的队友较热的，叫老师讲。有呢，可是伊毋是用讲的，是用迄个体能的处罚啦。就是比如讲吼，拱背啦，啊无就是青蛙跳，啊无就是跳绳，类似像这个体能。啊，有记载袂条发生代志的无？是无啦，迄当阵是20几年前是无啦。啊，你做一个体育运动员出身的人吼，你感觉这到底第一啦吼，问讲有效无效啦？第二就是讲时代演进到这吼，是到底是应不应该啦吼？啊，咱上下尾再来讲吼，到底这个教练甲学生囡仔的关系吼，有迄权力无对等吼，这件代志应不应该提出来检讨呢？因为这个训练吼，本来是要真严格，你安怎看这个严格这项代志？严格就是因为吼，教练拢就是较介意选手吼表现较好的。成绩较好的，所以就是爱严格来训练。啊，所以一个球队内面拢有寡较认真的，含较无认真的选手。可是迄当阵啊，较无认真的选手的话吼，我会感觉讲教练通去用迄个类似像咧甲伊落来，伊训练的时间甲伊减少，互伊伫边仔看伊同才咧练的时阵，互伊莫大练球，互伊看同才咧练的时阵，互伊手会上，所以伊就会较认真安尼。哦，但是这我真好奇呢。你不断一个囡仔吼，互伊莫当遐参与吼，伊会上。但有的人感觉讲，我拄好休困安尼，真好啊。无。可是我讲，若参加羽毛球的球队的选手吼，其实吼拢足介意拍球的。爱上场落去耍。对，啊你啊同才伫遐咧拍球，也是咧比赛，啊你伫边仔平伫边仔，是咧看同才你的。同学伫边仔咧拍，你无拍，不然伊去坐了你医疗啊呢？对啊，啊，着互伊心态去改变，迄个心理去改变一下，安尼。安尼，我咪请教老师哦，裴老师、裴教授哦，恁通常尤其恁这专业的吼，你家己本身应该也是球员出身嘛？对，算是。好，
你细汉时敢有受到这种叫讲啦，还是体能的体法啦，什么代志？我感觉是还好啦，是还好。哦，但是因为我是那个运动心理咨询老师嘛，我们处理很多运动选手，有基层的到高阶的，但当然这是一些个案啊。我们看到其实，很多很优秀的选手，或者是你说亚奥运那些选手，比如说戴资颖啊等等的很多优秀选手，或是棒球的这些选手，或者是前一阵子那个网球的大满贯刚拿到冠军的这个网球选手，他们都认同一件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他可以那么优秀？因为他的爸妈是很支持他，而且是他输球的时候，爸妈是检讨，然后我们再努力，是没有在什么打骂的。所以你要成为很优秀、很顶尖的选手的时候，打骂不是唯一的一个方式，不是最好的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是讲嘛可以吗？不是，应该说不是一个方式。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优秀的选手，我们会跟他了解他的那些状况，我们会发现。他从那些优秀的选手都会说，爸妈是很支持的。那输球没关系，你输一定有原因，我们检讨起来，下次再努力。所以我们强调是进步这件事情。哦，所以你看这成功的案例，出名的选手、有名的选手，基本上都不是这样讲出来的。不是，所以教练，如果你觉得我打他可以让他进步，其实以我们这么多的案例，还有科学化证据来看，其实是错误的一个想法跟做法。不合格的啦。对。但是老师，那基本上还遮济这种教练那个底的啊。这可能回过头来，我不晓得，就是有时候教练说真的，就像刚刚那先生说的，他可能他有带队的压力呀、成绩的压力等等，所以回过头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教育部合法的这个有认证过的这个教练的时候，他其实每年合格的教练都会回来做回流教育，每年他都要上课要拿点数。教育部是有这样规定的，所以一开始其实家长跟选手，你们在找教练的时候，应该找合格的这个好的有经过认证的教练，因为他每年是教育部有规定，他是要回来上课，那我们老师会给他们上课，而且他们要考试，通过考试才可以再继续当教练，他是要拿点数。我再问一下吼，像他李专员讲啊，讲这老师都大概家长拢相听呢，讲老师这啊就车啊就卖啊呢，个相听呢。这家长的心态，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呼吁。刚刚回到一件事情，你要想要选手进步，不是打骂这件事情。这就爱咱给讨论啦。那当然还有家长端，你自己要有，你要有一个想法是，我不见得一定要跟别人一样，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小孩子啊。哇，这洪毅，你也看真济吼，真济选手，你看迄比例咁，自细汉用讲大汉的咁。其实我感觉免讲这个体育的选手啦，其实一般咱台湾的学生囡仔，咱这代的啦，吼，咱在座可能大家拢是差不多边侪岁啦。然后咱这迄代的人，其实伫学校受教育，还是讲伫咧厝有的时阵，去用带过，应该是无讲无人有人讲无去用带过啦。所以伫咧咱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嘛。但是以前安尼。干就代表讲即马爱安尼啦。我讲我的看法是讲，最近有一出即个伫 Netflix 足红的、足穿的，即日本出叫《极度不妥》。吼，内底迄个人就讲话，伊伫咧即个伊是为即个昭和时代，就是几啊十年前啊，坐即什物时光机到现代的一个以前的人啊，以前吼啊，迄个人伊就伫咧昭和时代，伊是做即个棒球队的教练，哦，伊拢用迄个推啊，甲伊的即个球员的即个尻川个降落安尼啦。但是迄就是30几年前的做法嘛。啊，即摆已经30几年前已经经过啊，咱感觉要继续做即款代志，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吼，咱台湾即个要培养出真好的、真优秀的即个体育选手，是毋是讲咱啊一定用啥物用拍、用骂吼啊，共推、共带安尼啊？这我感觉已经是过时啊啦。其实我感觉讲，其实他多啊，老师刚刚讲真好。其实咱运动员，咱真优秀的运动员，咱伫咧全世界同有名即款运动员。大部分拢无即款过去嘛，伊伫咧训练时阵辛苦是辛苦，要求足悬的，但是去用拍去用骂可能是较少。啊，咱拄啊主持人有讲啊，是毋是咱要训练即个体育选手一定要严格啊？其实我讲严格就好诶，但是啥物叫做严格啊？严格敢就代表讲你做无好我甲你拍，我甲你骂。其实严格应该是讲教练的要求嘛。哦，譬如讲啊，这少年的选手、学生选手，你要有礼貌，哦，你要负责，今日要做这运动是你选择的，所以你要负责。但是咧，伊嘛是学生囡仔嘛，所以其实你这个学生运动员伊的身份，咱要甲想清楚较重要嘛。
啊，这传统的吼，我细汉时候嘛是爱练这个倒球啦，吼，哦，拍乒乓啦，吼，拍野球啦，啊，但是我会记得吼，阮真侪队友啊，到即马已经，比如讲小学毕业已经40几档啊，吼，哦，即马大家真爱戴这个老师啊，吼，这教练啊，但是想讲哦，以前甲咱拍吼，啊，嘛即马甲真敬爱。我也咧想讲奇怪呢，是安怎伊安尼过去甲咱讲甲上厉害，咱搁安尼才爱。啊，其实吼，我也要请问各位吼，咱传统的这些教育内面吼，难道拢一无是处安尼拢袂使吗？还是讲咱到底是咧少年怀念什么物件？这我也要请教吼，这个平老师，这过去咱的老师按对咱遮严格，啊，而且有当时先超过。啊，这传统的物件，但到底有什么物件是咱会当留的？应该是说严厉这个部分态度，就像刚刚他说，严厉这个部分是可以留住，因为你严厉嘛，学生才会进步。但是严厉不是说打才是严厉啊，你言语上还要给他规范啊。就像他刚刚讲的也很好，你如果不守规矩，你就在旁边你不要练，那也是一种惩罚，就不见得一定是要打他。尤其是另外一个层面，可能要讲说，为什么以前的对，以前教练会打，那现在教练也会打，那是时空已经不一样。我们现在很着重这种就是保护这些学童啊、小孩子的这个有一些法规法则。那另外就是有没有可能是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其实教练也是人啊，他有他的压力啊。那教练遇到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他可不可以做一些思想转换，或者赶快深呼吸一下，自己转换掉？刚有教练心理问题来找老师的。就是教练其实是有压力的，就是像他刚刚讲，他带队要有成绩。咱定看到迄戏剧内面吼，拢一寡心理无啥正常，会啉酒的来安怎啊，带这个队员啊，爱进步安尼。其实如果以我们那个这几年这10几20年来看，年轻的教练越来越多，那老的教练已经很多都退休了。其实年轻这一辈的教练很多是非常优秀很好，因为他们其实可能都30、40岁，然后其实观念也很新很好，所以他们会用一些科学化的训练。那打骂是真的已经少很多，真的跟以往比少很多，所以我才说这一些是个案，就是比较特别的 case 这样。那对，这我咪请教的危机吼。你即马还有咧运动，也有咧教学生吗？有啊，拢有。啊，若是拄到迄较热的囡仔呢，你除了无爱互伊上场去算以外，还佫有啥物方式？你做下 demo 互咱知影。哦，比如讲吼，一个学校球队嘛吼，拢一礼拜拢有上少1件还是2件的迄个类似像的娱乐的时阵，比如说啊，看国际比赛，比如说看顶级的像咧苏迪曼杯啊、汤姆斯杯，用学校的迄个投影机看，吼啊看人迄顶级的选手是拍球是安怎拍，什么绝招还是安怎，当然有即个放松的时间互因去安尼，吼啊无就是比如讲吼躲避球啊，按是羽毛球的、羽毛球的迄个专场嘛，可是按你去拍躲避球，互因有一个凝聚力，啊个拍篮球、拍迄类似像即个娱乐的时间吼。都无互伊参加安尼，你甲剥夺。嘿，是安怎？互伊甲伊讲是安怎？即个物件甲你没收，是因为你平常时练球无认真，啊无当下练球偷鸡摸狗啊是安怎？类似像咧无乖的，互因即个娱乐的时间减少安尼。啊，敢有家长甲你拜托讲老师，阮即个吼较热，你甲阮加推者。哦，即马是无啦，即马无即个状况。即马无种老师。20几年前应该是有即个状况，可以即马无即个状况啊，对啊。即马无种老师哦。即马无即个状况啊。我会记得阮厝的阮是大人吼，阮拢老师，阮是大人拢老师。哦，那年啊这时吼，嘿，学生囡仔的家长拢上顶条来处理呢。礼物上顶条，拢老师，这吼，这规包吼，规捆吼，摕去互你好好啊用。阮这吼较热，你就爱拍。即摆球队较无即个物件啦，对啊。较无啊，因为即个物件嘛爱取消啊，无即个物件。但是我有一个基本的假设，我来请教着李专员。咱伫定来讲吼，权力无对等。吼，因为老师要有教练，要有即个威严，吼，爱发号施令，吼，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吼，纪律吼，爱真严明。这
要安怎会叫叮当啊，会当来团体运动啊，甲至到着人权的尊重，这个中间，恁有啥物讲法？互一般的人，我感觉上重要是家长啦。家长要有这种概念，你会当解剖看袂？是，其实吼，伊运动像我感觉教练讲的，有因的专业，因专业内底伊就有法度种有的人就是避免伊的受伤，或者讲莫有拍，用一种其他的方式来处罚，这是一种真好的部分啊。像迄当咱讲啊，讲你会使严格嘛，你会使严格嘛，啊个严格甲体罚是不是等号哦？这不是共款的哦。你严格无需要拍人啊，这是无对等的。然后另外就是你对大声量咧，大声量会使，啊，佮你用是安怎用？我伫遮100公尺用，50公尺用，伫你耳仔边用，对一个会使。我伫我边仔用，你可能我得裴老师，休在来和裴老师差一下位置。用哦，真的是有时候用可能是难免，但是你不能做到人身攻击。比如说你不能说你怎么那么笨，哎，这样就比较那个。你可以说你对内容。然后你敢会惊到？你敢突然间行过去，哇你滑落去。可能难免也会比较大声，但内容是重点。哦，迄主持人要甲你用拢是。问候恁老母啊，问候恁老爸安尼呢？这个绝对袂使啊！这样就不行。对啊，今嘛无可能有这种状况。对啊，今嘛较有文明啊。其实真个家长足侪人嘛是无得接受这，无得接受。然后其实阮接触的家长内底，伊嘛捌有学生囡仔嘛捌讲过，足侪代志其实等于拢无要出来讲。啊，这细块代志尔毋免讲啦，红养红骂，当时等于嘛是会惊叫家长念啊。啊，你伫遐球队无好啊练，教练啊你骂一定是你做唔到代志，啊会惊嘛，袂讲啊。然后小小的啊，大家安尼吼。所以囡仔的自我意识嘛爱提升哦。爱提升啊，爱提升啊。啊，另外佫有一个，其实我有一个迄个观点会使提供大家家长吼，就是你今仔日你去学校内底，还是去啥物所在，拢会使。有人啊你拍，还是有人啊你侵犯的时阵，你千万你家长唔通跳出来讲啊，无要紧啦，这道有啥啦？阮散点来叫我们拍。然后这无啥物代志啦，准啊，那像迄群组内面讲，哦，这老师足优秀的，真难得的，这足好教的啊。咱那个伊这一时冲动啊，咱是爱甲规个累死，还是讲啊，互伊改革的机会？像这个 case， 像这个 case， 你会主张咧？我主张伊拍人啊，就是爱看一品办法底下规定嘛。啊，你改品就改品啦，该解聘就解聘啦，该处理就处理嘛。啊，问题是，尤其是进拍人的这个教练，伊根本都不是学校的正式老师，伊是一个家长会、后援会聘任的教练，聘任的教练。其实学校也是台北市政府，其实要处理是足紧的，是无也是唔买。因为像阮接触的个案内底，其实如果是正式的老师还是教练，几乎无法度行到解聘。几乎无法度，无法度行到改变哦，无法度是安怎？啊，咱先来看这个图表顶头吼，外聘运动教练不懂体罚，吼，高中以下学校外聘的运动教练禁用以及不适任的通报注意事项吼，学校家长会吼，若要禁用外聘教练，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之一。不得执用为外聘教练，13条吼，体罚到霸凌学生，造成其身心严重侵害。14，体罚者霸凌学生，造成身心侵害，有强制契约之必要，而且经依法组成之相关委员会决议，1至4年不得担任外聘教练。这拢有这个法则呢？对啊。这个外聘啊，外聘的之外是内聘的，这个 in house 叫学校请的老师，我无法度改变。无法度，因为外聘的较比较容易吼，就是就阮接触的就是啊，因为伊毋是学校正式的老师嘛，啊，刚刚紧上新闻啊，紧处理，紧调，还像你讲的，啊，就放杀掉就顺煞。啊，问题是按正式的老师内底，因有一种是像阮接触的老师有
因就是要经过校事会议嘛，校事会内底的成员内底有校长有啥物人，啊来认定你是不是有问题，然后调查了，你爱做一个结果，然后你惩处，叫评委都决定讲啊，你敢袂使，敢要解聘、停聘还是不续聘还是啥物？我就分去啊。对啊，但是简单讲吼，就是你要改聘这个老师无遐简单，因为有保障他工作的权利啊。然后问题，但是上无会当个调入这个职务嘛。按调查的时阵啊，因做侪拢是讲求好心切。啊，比如讲，我当初讲的迄个铺帮游泳队的铺帮，教练队的头夹落去，啊，那就迄会当个停职、个职务、个调查。停职是绝对停的啊！像我当初讲的迄个教练，伊停职调查嘛，调查就爱停职嘛。停职咧调查了，啊，该出来了惩处。啊，我想讲啊，这严重应该解聘啊吧？拢听5针，目睭遐么受伤，结果无啊，好好的记过，啊，就准刷。为什么才安尼咧？就讲啊，因为吼学生顶撞教练。啊！教练一时生气，浮板拉开夹落去，伊唔是要拍伊，是要拍边啊！转去攻掉伊，失手，所以这唔是个月，唔调工诶，好。但是咱的刑法有一个杀人过失的责任吗？所以家长伊就提起伊的诉讼嘛，好，伊就提起伤害罪嘛，啊，这伤害罪就经过司法审查嘛，这甲好无关系啊嘛。哦。啊个好端的行政调查无代志啊。行政的方面颠倒是坎切啊，歹处理。对啊，看足济嘛，足济其实阮的案件内底，满拢是啊，拍人打人的，互相做吼。阮想讲啊，这解聘啊嘛，无停聘啊嘛，无啊，人拢无啊，记过，互伊一遍机会嘛，啊，足济师相互啦。爱伫学校内底，如果是正式的体育老师，爱跟你遮久啊，哈。教评会内底的成员内底有老师啊，有啥物啊？这阮同事呢？啊，这啊，歹势啦。老师，这像这吼，敢有通检讨讲咱的相关的法令有通啊，还是讲其实这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问题？老师，因为他刚刚讲那个程序，的确现在学校的如果他是学校聘的老师，他是要走程序的，的确是那样的一个状况是没有错。啊，这是算作文化的问题，还是讲？这本队就无法度安尼铲倒光切五角来处理掉。不行啊，因为你学校在聘人用人，或者是你要解聘，它会有一定的一个程序要走。安尼咱就免讨论，咱就下课啊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回过来，我刚刚讲，就是说你家长啊，哈，你家长小孩发生什么事，不是说就丢给像以前可能就丢给教练处理，教练包山包海包一切。你现在其实就算你的小孩在一个运动团队里面，你还是要关心他、关怀他。你看他回来，哪里有淤青有什么，这可能就是有问题，就要很敏锐。我觉得是自己家长也要做一个机制在那里。那小朋友也是要教育他说，如果人家对你怎么样，是不可能，搞不好不是教练是别人都有可能。你要回报，你要跟爸妈多沟通。这个是要建立起来的。安那危机，你家己你也有囡仔嘛吼？是。你囡仔敢有参加球队？无嘛吼。但是你若譬如讲你家的学生，若有乌青结费的啦，然后安怎啦？恁会特别去甲老师去甲家长通报讲，这个不是我拍的，这是安怎的受伤的，嘛是爱安尼吧？就是若有啥物状况，拢一定爱随时第一时间通报家长，啊无家长突然问的时阵，安尼较无好啦。就是讲吼，安尼主动然后学生，比如讲在跑步、在走标的时阵，无注意去摔落，脚乌青，还是手去濡着，还是安怎？就是吼，第一时间吼，家己若无通报的时阵，拢会甲总教练还是体育组长通报，叫体育组长靠本人迄个选手的家长，互伊知影讲啥物状况安尼。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一点。是，但方毅啊，即摆咱都讲啊，咱就科学性，吼相关的器材啊，我睇到节目还未进前，我就问，你基层的这个教育团队，还是讲体育这个单位？其实可能无遐侪器材甲科学性的这个辅助，那么咱无这个相当的辅助的情形之下，真侪教练其实拢用突发连杠啦。是，我感觉讲吼，咱台湾可能嘛有真侪这个运动选手，譬如讲他讲拢一直以来几啊10年拢是安尼，咱培养选手做完退休变教练，所以其实这个选手可能伊足够拍球的。但是，伊可能无一定对囡仔有了解啊，伊可能无一定对囡仔的选手的心理有了解嘛。所以就讲，咱是毋是咱
有咱这么多年来，敢有培养出真合格的教练？我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讲，咱的台湾的运动，这款基层的运动，还是讲这个国民学校内底这款运动，咱是要培养出运动选手，还是讲咱要互囡仔会当试看无共款的运动？我感觉这是无共款的议题啦。但我是讲咱台湾伫咧运动界这运动甲教育这两个部分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的即摆的少年囡仔，甲咱伫咧真细汉的时阵。小学的时阵，你就决定讲你要做选手无？你后摆要做职业的选手无？有咯，我咧四五十年以前，咱大家就牵丝带打的。是嘛？所以我感觉问题就是遮嘛。所以咱讲教练会甲囡仔拍，其实家长即个拢讲无要紧啦，无拍哪会进步？啊，所以爱观念爱改的，毋是教练是家长啊，是因为家长同意嘛。想家长的同意，因为家长感觉讲这有效果啊。但是甲学生囡仔拍，甲球员拍，真诶会进步较紧吗？我感觉以这外国诶例来看，无一定嘛，对无？咱看咱凊彩记一个例，咱记一个大拢版 Michael Jordan 好啊。Michael Jordan 伊伫咧册内咧讲，伊咧高中2年诶时阵，去互伊学校诶这篮球队教练甲讲啊，你无够格。但是咱敢有听过讲 Michael Jordan 甲人讲啊，我无合格以后，我去用恁老爸拍，啊去用教练拍，所以我甲愈来愈厉害。毋是呢，伊是转去以后，感觉讲我心内实在是足袂爽的。我要进步啦，我家己感觉我心内要进步，一定可能过一年要证明迄教练讲你做一个错误，你毋对啦，是你的错误，毋是我啦。所以这甲有人无讲这球员去用教练拍无关系嘛。即是讲，你球员伫咧心内，毋管是 Michael Jordan， 或者是讲啥物林某人拢共款啦，拢是你家己心内有感觉讲，我想要变较厉害，变较强。你心内有即个想法，你才有可能进步嘛。即甲啥物？因为你教练你伫咧学生的即个阶段，你教练甲你拍，甲你拍到一个阶段，互你变即个 pro 啊。但是变 pro 以后，你总有一天你要靠你家己啊。这就是我感觉，这就是个台湾咱这个学生运动的问题，啊，其实咱台湾教育的问题嘛是安尼啦。咱收早就感觉讲咱这个囡仔，咱就叫伊爱做一个真大的决定。其实这无合理嘛，咱人食到30、40岁，讲要娶某嫁翁，懵懵渺渺，哪有可能看唔到人啊？对无？对无？啊，你这个囡仔，咱学生囡仔，哪有可能讲你伫咧这7、8岁、10几岁讲哦，你决定看你要做运动选手无？无得读册，无得卖读册做运动选手，哪有可能？老师，就要来请教吼，咱运动界吼，敢有迄种三岁看较大的这种想法，就讲无咯，我来看你这有天才无天才，哦，你这煞有啊，我来安真厉害，哦，5岁就开始甲你强啊训练，还是讲其实即摆的这个观念已经拢真开通，啊，就互因开始试验了后，再来体检，啊，再来变做互伊行这个职业的这个路。现在观念其实跟早期真的不太一样，因为你从美国那边看，他们很多很厉害的选手，他们以前小学、国中、高中，甚至到高中还是双栖，就2个运动项目，比如说美式足球跟棒球，然后最后他才大学决定说是要棒球还是要什么。那台湾其实慢慢其实这10几年来也都是有家长开始慢慢的就是改观，让他的小朋友多方面去尝试，因为其实你说像棒球好了，他可能以前是个田径选手，他变得跑步很厉害啊，那他就是变得很会盗垒，很会什么，所以他接触别的运动项目都可以让他整个其他就是可以互相相辅相成，可以进步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观念。老师，我加问一个吼，就是讲，咱若譬如讲厝内囡仔吼，即摆4、5岁，像我囡仔才4岁，咱互伊去耍球啊，种啊，咱你也甲顺道甲家长讲吼。咱互伊去佚佗吼，是要互伊去耍这，是要学啥物，是要学习啥物物件。那像这个幼囡仔，这4、5岁、5、6岁、7、8岁囡仔，都是互伊去耍啊，去体验啊，然后去跟人家相处啊。相处其实也很重要，从运动当中你怎么跟人家相处，然后再来面对失败啊。你输的时候怎么面对这个输啊？那当然还有家长的态度也很重要，就是你输，就像我刚刚讲，很多优秀运动选手都说。我有时候还有一点其实打就像刚刚他说的，像打，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好，打到进职棒了，职棒教练没在打人的啊。那然后呢，没有人打我，所以我就不晓得要怎么进步了，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其实我们也遇过很多选手，
他小时候可能家长或教练很严格，到可能高中他进了大学，他松散了，因为大学我们讲求的，大学的好的这些大学好的教练，我们很讲求，你18岁了，你算成人了，你要学习是自主、自我训练，所以我们会给他很多自由空间，但是我们当然会有一些规范，然后给他自由空间，协助他成长嘛。对，但这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小朋友很多年轻人就高中被逼很紧，突然上大学就玩疯了啊，还是怎么样这样？那聪明的可能玩个1年还会回来说，我这样好像不太对。这个就是他的成长，那他一路就往职业走。他当委记也有讲，也要让学生会当鼓励伊咱正面甲保啊，甲鼓励啊。比如讲，若较懒死的啊，较热的，咱就甲剥夺一寡福利也好，还是讲正面的，咱讲负增强啦。对，咱在科学的训练内面，还有其他什么方式，或者你囡仔有这正面的看法，有当家己自我锻炼，还是心理素质会更加增强的，到有其他的方式。其实他刚刚讲那个方法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像国小、国中这个阶段小朋友，因为教练总会有一个比较，比如1个礼拜有一天可能是通常礼拜6，他没有练那么多，但他们玩一些游戏，然后他们其实都很喜欢玩游戏。那这时候当然就像他讲，教练可以说，不好意思，你这礼拜因为你偷懒或者怎么样，所以你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你没有体罚他，但让他心理感受不是很好，那他可能下礼拜更努力。那另外一个方面，可能我们会跟这个运动员聊，小朋友聊，就说，你最近。但是这个真的要花时间，所以其实教练有他辛苦的地方，就要花时间跟他聊说，你最近怎么了，或是跟家长聊，所以他变成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小朋友是发生什么状况，然后设定目标。对，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真的我们会跟教练合作，教练会说打电话，彭老师，我这边有几个学生最近好像有点状况，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忙？对，那我们就过去会找那个学生聊，那家长也会来，就聊说，这到底是什么状况？然后可能会有可能是他情绪最近不是很好，那我们会教导一些情绪上舒缓的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啊，那你怎么样正面的看待事情啊，这些一些转换的技巧。那另外也会给他设定一些目标，有可能他目标没有在设定目标，所以他也不晓得应该怎么做。所以有时候在设定目标的时候，帮选手设定目标的时候，可以让他就是更知道他要怎么去做。老师，你这个你这个是咧应付18岁以上的哦。没有，现在小朋友很聪明的，国小也可以了，熬咧治疗。对，国小有国小就现在小朋友其实我觉得比我们那个年代很灵活多元化，对，然后资讯很多啊，他们是很聪明的。那是跟你应出应激，会跟你对象，会跟你讲话。会聊，因为他会知道说我们是很真心在协助他、帮助他。对，那我们也让他知道说，你跟我讲的事是有保密的，是会保密的，不是说我们就一定会到处说这样，会让他放心，让他告诉我们他内心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去协助他。威基恁敢有做到遮有着？有呢，阮有时啊球队拢会存类似叫顶级的选手，比如讲周天成啊、李阳、王麒麟，因倒来学校教一下学长学弟的，还有教一下学弟讲伊即马是安怎训练啊？是安怎训练的时阵是用什么态度啊？用什么心情去接受训练安尼？因为训练这个东西是枯燥乏味的，你要就是日积月累就困难的。所以你每工水平拢保持100%无可能，你一定有低潮的时阵嘛，是有高潮的时阵嘛所以会叫迄个即马拍上好的选手，无就是校友遐学长都来灌输一些好的观念，这些学弟学妹听呢，多多少少他们的心理素质都会提升呢。但是我有一个好奇啦，就是讲你本身教练，你安怎去准则这种教练的权威，甲会当来驱动讲这囡仔的这个团结，还是讲自我的训练，你这有当时爱甲强迫，爱互压力，这个压力中间，你敢有迄个爆炸过？有啊，就是捌拄过你咧教的时阵啊，像俺是教校队嘛可是伊平常时教你的时阵啊，因爸爸妈妈会带伊互别个教练教。教你的时阵，师傅无共款，师傅无共款。当时你伫学校咧教的时阵啊，比如讲手法好啊，还是骹步好啊。你咧教的时阵，伊会无认同你教的方法。这阵是要安怎？这阵的时阵就是要往肚子里面吞啊。
对啊，因为你嘛袂当讲啥，你就讲你就用私底下来讲，你就看什么方法较有帮助你，你就用较适合你，你就用对款啊，啊无就是找咱家己内部的教练开会者讲，我拄到即个问题，按即个问题是要安怎去排解，啊无就是甲总教练讲，啊无甲体育老师讲，去和囡仔选手参详讲，到底是要用什么方法去和伊沟通，啊无就是你训练的时阵安尼，吼，啊你啊比赛的时阵看对一个绝招对你较有帮助安尼，啊有时啊教练应该。大部分的教练会足生气的，讲啊你即马是看我袂起吼，还是感觉我即个教练教唔对，也是安怎？类似像即个问题足侪。啊，你有这种心情的时候要安怎？你要找骗老师？我就会甲，我就会甲，迄当阵吼20几年前的时阵，我就会甲教练讲，互我出去外口呼吸一个啦，透一个安尼，嘿啊，因为你也无可能讲甲囡仔骂啊是安怎？因为每个教练都有每个教练的绝招嘛，方法无共嘛，啊，所以有时候拄到这，有时候心里会有一点不平衡，可是你也自己要往肚子里面吞这样。是多玩社会，多玩鸡蛋，啊个多玩pitbull波，嘿，拢无共啊，对啊，啊所以每个人都爱尊重啊，对啊。吼，但是我看吼，这专员你会当搁甲咱讲吼。即摆现主是会走去到恁家，一定是好好拢无处理啊好，才会走来恁家嘛。是啊，就是家长对于好好调查结果无满意嘛，啊无满意，通常是迄个惩处无出来嘛。一个是即种，你囡仔已经受伤啊，啊为虾米我看袂到结果？啊学校当时因就是会惊避免种影响学校的校队荣誉，啊就开始讲一寡有诶无诶，就是伊袂啊你事情的真正的症结你讲，伊可能是都拢用一寡推脱啊，没有啦，无调工的啦，无小心的啦，拄好结掉，拄好安怎，然后准煞，大部分拢是安尼。啊，另外一种讲法就是，大家拢讲伊足认真的呢，教册足认真的呢，啊，足认真的教体罚，这嘛是个两件代志。啊，伊就讲用这个足认真这件代志来避免掉伊体罚的问题，啊，就准煞。啊，家长当然嘛是无法度接受啊。这就是阮拄到的足侪情形，拢是安尼啊。啊，其实也是即般有迄种教练直接认错啊，我毋对，我无应该拍伊。啊，真正是我真正是挡袂牢啊，恁无调啊，转手转扒落去。你即种的家长通常拢会就准煞，就啊好啦，有知错能改嘛，知影你会在改啊，知影你毋对啊，啊就。你认为啊，徛在日本的基金会的立场，或者是讲徛在即个人权的立场吼？是。从此以往，咱即个机制要安怎建立？讲，譬如讲，我看到就是甲即个无责任的即个老师吼，甲伫网络顶头甲名甲写出来，啊，你逐个个人去查，吼，啊，咱就期待讲即道德教育啦，即家长你家己爱自我检讨，爱自我进步，吼。啊好，大家拢爱得，但是这就道德教育啦。但是在机制上，要安怎来处理？尤其你他讲的讲，这个校内的这个老师。其实吼，一个伫咧学校啦，老师内底有一个，你也无责任，不管你是拍人，还是你有迄种性犯罪的问题，还是你有精神可能有一点状况的人，你这拢有法度，到尾你也惊不适任教师处理流程，你到尾可能真正是解聘啊，还是安怎？你也进入一个不适任教师的资料库内底，那学校内底你这老师，你就袂使去做老师啊，因为你去任何一间学校，你要去应征老师的时阵，伊就去拍开这资料库一看，你有案底呢，你进前捌发生这个代志，人就无法度利用伊。按个安尼体育界内底，但是这无白纸黑字啊，无写落去的时阵，伊就讲啊，譬如讲我亲像这啦吼，这2014年伫台南市啦吼，某一个高中的 tennis 的选手吼。违反袂当交女朋友的内规啦，啊，体育组长哦，讲哦叫其他的球员在违规动创或者下八卦的所在，甲画一个大枪啦。这个听处是2小个来处分啦，啊无改聘啦。啊，这是安怎？这要安怎来改正来改变这个情形呢？唉。这是你阿头大鬼，因为这个教练可能伫学校内底有成绩嘛，袂歹嘛，真正就歹讲的咧。
因为学会就是无所以无你了啊！你大家看到种感觉这伤含去啊吧？嘿，伤含啊嘿，安怎啊？记两个小过，这足严重的啊！或者已经对这个教练来讲，对这体育老师来讲，记两个小过已经是足严重的处罚啦。好，大家准煞，就是安尼啊！啊，你有法度服气吗？我无法度接受啊！所以咱的机制顶头也是无法度处理这咯。无啊，伊讲所有因为案件本来是大家案件拢是独立的，啊，你要经过调查，大家案件拢有无共款的情形，啊，你就是这就是特别的是，因为大家拢是无共款的嘛，所以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可能是你拍人一个安怎有一个迄个标准伫遐嘛，啊，你啥物时标准到了就要解聘就解，这是拢写伫法规顶管的，啊，问题是因会去曲解这个艺术啊。曲解艺术就讲，伊毋是故意拍你的头，是安尼牵落去多好，你的头多过来。阮常常嘛接到迄种学生囝跳是疤，然后我想哇，这遮明显扒落去红肿，啊个迄个已经有验伤报告，应该是会成案啦，无问题啊。结果调查报告出来讲，啊无啦，老师手拄迄出哩，伊喙沫过来会渗掉，到这代志，大家看到咱感觉伤喊过，啊问题好好的写出来，啊写出来安怎？啊，就去申请申复，搁来一遍。这个规则甲机制应该要透过地方政府的议会去做某种程度的加强咯。这是一个是这种，伊这本来属实就是地方法规嘛，这本来是这教育地方自治的问题，你地方你本来就爱处理爱做，然后近其实一直有咧补这个这个破网嘛，啊，所以就一直想讲，因学校这个，比如说伊的。教评会做出一个解说结果出来，一个调查结果，啊无满意，啊去申复，搁来一遍，啊进到主管机关，进的规定就是管区政府对因的报告出来，你无满意，你会使甲退回，啊是按管区政府组一个专审会来调查这个代志，这就是在补这个网嘛，啊然后专审会来专家学者来，啊就袂伫表面的学校内底人搁来处理这个代志啊，这是一个嘛，啊淡仔讲的迄个教练的问题吼。教练其实按台湾的体育教练无不适任教练资料库，无这个物件。真无。除非你是专任体育老师，你是老师挂教师资格到。像种外聘的根本就无名单嘛。所以做者就是你伫学校可能是比如讲感觉这个国小这个教练好啊，这个赖新教练，好已经用解聘了，可能会解聘啊，压力之下，伊反正你外聘的家长聘的，可能会解聘。你解聘了。伊个袂使做教练啊吗？无，伊可能去别所来做教练，伊这无法可管，真的是无这法规。然后你嘛无资料库查询，你家长会讲啊，我要拣一个好的老师，其实你要去倒查，你无法度查，无一个资料库互你查。哦，这是好的建议啦，彭老师。但是可能就是他在找教练的时候，至少可以先有一层，就是先问看他有没有教育部颁发那个合格教练的证照。对，这至少是第一个可以先。然后什么成绩啊？对，这样子可以先稍微，不然先打电话问过滤一下，变做打电话问你啦。启动资料库搜查，没啦。我这边要查，因为现在是没有那个就是什么不好的教练的那个不适应的教练的名单。对，但是就是变成是说，所以一开始第一个人要问有没有什么证照，像他找我们运动心理老师也是有证照，有没有先问？因为现在外面也有人没证照，然后一直说他什么心理老师什么的也是有。所以一定要找台湾运动心理学会颁发的证照。所以基站的拿大家来证照，哇，这可能一时间无法度处理哦。其实吼，你一个专业的校队啦，要找教练吼，伊若出现有啥物重要的代志，还是有发生啥物重要的代志的时阵吼，其实这个羽球圈大家拢知影。对。吼，像讲迄个讲拍8个学生的迄个老师。迄全国即马羽球，大家拢知影，拢知影已经用点休最记号啊。对，拢知影这个教练情绪控管无好，吼，会体罚学生。所以你意思是讲探听一下就知。拢一定会探听，比如讲我即马要去某一间学校，还是安怎送要去，其实吼体育组长，啊无就遐内面即马当事的教练一定会问。家己的学长学弟，啊，无就是家己的体育老师讲啊，某某人啊，即摆要来阮学校啊，伊风评安怎？伊风评安怎啊？带队经验安怎啊？成绩安怎啊？品性安怎？拢小可拢会问啦。啊，若无好的时阵，就是直接close 啊，安尼啊，嘿啊。哈，所以基本上还佫有路通去探问就对啊。一定有路通去探问，除非讲迄个教练是拢无名、默默无名的教练啦，啊无。惊就惊即种诶，你看
咱会记得2021年哦，7岁囡仔是柔道馆，去有这个教练哦，何聪莹、何聪乐啊，吼，啊，甲伊学长摔伫涂骹27摆，哦，咱看影片看了真唔甘哦，摔到安尼脑震荡，安尼规个昏迷，70天了后不行来过身，像这何教练，我唔知伊即摆还有咧教，这绝对无可能。没有，伊无教练证啊，对，伊这无教练证，无教练证，嘿，啊，这9年有期徒刑呢。嘿，啊，但是无教练证，大家囡仔学家长也无咧注意呢吼。是，是，就是安尼。证照什么东西，我感觉拢爱具备啦。你的证照、你的成绩啊，个这个教练之前的一些学经历，拢爱完整的，顺较有较聘请因啦，安尼也好。好，其实我歹话插话一下吼，我想要讲，其实按对家长方就是家长的观点来看这件代志，你伫现场你嘛爱对这件代志吼，爱有小可有一点仔sense，是我了解。因为想要讲这个罗道这件代志，因有家属伫边仔看，啊伫遐录影，啊来想一想啊，这无啥对，哎先翕相翕起来，搭要了后摆搭要去找教练讲，结果摔个伊感觉。怪怪，啊！摔到尾啊！哇，打呢？这个案件我实在真好奇啦，这就是这我要问方宇讲，是安怎？咱这边仔一直翕啊，伊摔啊，比如讲啊，摔3届4届，咱就讲，这唔通吧？囡仔咧哀啊，咱也有听到声，啊，咱无出手个，尤其咱看伫迄个新闻台内面，迄教练伫路边安尼，你 QQ 人啦，囡仔行过去，也是。有路边的人行去，拢无人安尼插呢。是啊，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家长最重要的，讲要怪学生、怪教练，讲其实我感觉家长伫咧经济时阵拢是爱负上大的责任啦。所以我一直感觉讲，咱家己做家长，咱对这个因为我感觉无人会使替你教囡仔，其实上重要拢是你家己。譬如讲，咱定听讲，咱过去的故事，讲啊，我头拄仔讲，咱台湾想要做运动员的囡仔，伫咧咱以前听着故事讲，伫咧台湾要做运动员囡仔，伫咧以前啦，拢是较厝内环境较无好的，所以等去球队内底啊，可能较有早顿通食，牛奶通啉嘛，所以就讲你等去球队，你嘛无去插讲教练安怎教啦，囡仔安全，佮有活的就好啊。但是即摆时代无共啊嘛，即摆讲咱即摆真侪囡仔伫咧厝拢孤囝嘛。所以我感觉讲，囡仔去做运动，去学运动受好处啦。你会当讲，会使甲别人合作，去看讲去安怎讲，面对输面对赢的感觉，这是好处。但是咱嘛爱家己做家长，爱有这警觉性。讲咱你的家己囡仔，转来到厝有代志，袂讲惊甲你讲啊。我看这沟通最重要的。所以即摆这个年代，毋是讲哇，咱囡仔等去学校都袂参与。爸母拢无去插啊！即摆即个年代就讲，你爸母家己拢爱真投入伫即个代志内底，你才有法度做一个合格的爸母啦。莫讲合格的教练，家己有法度做一个合格的家长，我感觉这是同重要的。就是家长也爱主讲啦，吼，而且爱参与，毋是等学校啦。但是这部分哦，要请上下尾的时间来请白教授甲伟基吼来甲咱讲吼。白教授，咱这个分科教育还是讲？要开始做伊的专长，差不多囡仔各种的球类、各种的即个运动的时期拢无共款吧？譬如讲，伊要开始行专业的路，应该是差不多几岁，每种项目拢无共款吧？大致上来说，国小阶段我们都会说让他去多元的去接触各个项目，然后看他喜欢什么、适合什么，然后。如果我们看到运动选手都是这样，小学的时候就是多项的参与，然后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中课业压力开始比较大，那就开始减少，可能只剩下2项或顶多3项，然后慢慢的，因为他开始如果他是优秀选手，他国中开始比赛又更多，然后学业又压力更大，那慢慢他自动的就变成高中可能就剩1项，一定会酸掉了。对，台湾可能比美国还要再少，美国人可能高中还可以有2项。但是因为我们台湾学业压力比较大，没那么多时间，所以高中可能就剩1项，甚至国中的时候就1项。啊，这阵时你头描述这个过程当中，伊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拢无共款了嘛？不太一样。以现在的这些我所接触这些教练都真的是蛮优秀、蛮好的教练，他们的强度也都不太一样。国小他们现在因为
我接触的都是我说就是教育部合格的这些教练，那他们每年都会回来上课，所以我们每年也在教育他们，这个是很重要。他每年都有新的东西进来，所以他在教学的时候，他也会用新的科学化知识，然后他自己的情绪也比较能够控制，因为我们会教一些技巧给教练。对，那所以他小学阶段基本上教练让他们觉得有趣，然后继续来参与，然后人际互动、那沟通这些都是很重要。然后慢慢小五、小六开始在学就是输赢这件事，因为小五、小六他可以开始去比一些比较大的比赛。然后国中再衔接到国中，他开始可能就比更多比赛，或甚至可以很厉害的话，甚至可以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了。是，危机上尾来。是，我感觉讲吼，选手啊，伫国中的时阵，就会去看伊是想要搁继续读册，还是要训练安尼，因为吼嘛是有迄国中全国冠军的、单打冠军、双打冠军的吼，中途的时阵吼，高中的时阵无爱拍。伊妈妈含伊家己吼，想要讲，因为读册嘛足厉害，讲想要互伊一个过程，运动是一个过程尔，高中就无要继续拍，嘛是有拄到这个状况。